啊，我係 Lana， 今日帶大家嚟到將軍澳入境事務處總部嘅婚禮花園，認識呢個全港第一個 3D 金屬打印嘅大型戶外建築裝置積愛。佢嘅靈感咧係嚟自於新娘嘅頭紗喺空中飛揚嘅姿態，係咪好 elegant 呢？以金屬絲勾勒出頭紗嘅輪廓，陽光下反射出唔同角度嘅光影，超有浪漫氣氛啊！你睇唔睇到啊？咁都睇唔到，過嚟望真啲。雕塑上面咧，總共有1312個獨特嘅鏤空心形紋理，代表住一心一意。一對新人仲可以一齊許願，將佢哋兩個心都加埋入去，咁就變咗1314顆心，寓意一生一世，係咪超有意義呢？大家都知道我嘅專長係 BIM 啦，所以令我最興奮嘅咧就係佢哋嘅建造技術啦。積愛採用咗 WAAM 金屬線電弧真材製造技術，用不鏽鋼 S308L 嘅材料，一層一層咁打印，比傳統方法咧減少超過80% 嘅材料浪費，70% 嘅建造時間，50% 嘅成本，仲可以做出超繁複嘅流線形狀。除咗積愛，呢度都有唔少嘅打卡位㗎。門外嘅心形花圃，一對新人咧喺裏邊就好似俾愛包圍住咁啊！禮堂裏邊嘅星光幕牆可以換6種嘅浪漫燈光，而喜字嘅牆咧就有傳統嘅味道。如果想同我一齊發掘香港更有特色嘅建築，就記得 follow 我哋 Facebook、Instagram 同埋 YouTube 啦。下集再見啦，拜拜！